Hello，各位朋仔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中山爆房頻道啊！早兩日阿 Ben 咧喺中山利和廣場金匯酒樓飲茶啦，就聽到隔離台咧有幾位香港嘅朋友仔啦，就喺度講㗎。佢講到咧就係話中山樓市而家好平喎，仲抵唔抵買咧咁樣㗎？深中通道通咗啦，係咪執幾皮嘢入去咧就係穩賺呢？老實講，每次聽到呢一句話咧，我都想遞支煙俾佢，然後咧，想同佢講，兄弟冷靜啲，中山呢個市場呢，而家就好似你去飲早茶一樣啦，點心推到你面前，蝦餃、燒賣樣樣齊晒，但係你呢，唔知邊籠係變咗質㗎嘛。今日呢，我就博拉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，同大家深白一下中山買樓嘅10大伏位。記住呢度講嘅話唔係邊個樓盤好啊，而係教你點樣唔好死得咁慘。記住點讚收藏，睇完呢，你絕對唔會想請我飲早茶嘅，因為你驚我阻住你發達。第一幅貨不對版嘅樣板間空間魔法，第一樣嘢呢，一定要講收樓嘅質素。中山好多樓盤呢，樣板間真係做得好鬼靚㗎，幾廿萬裝修費落去呢，鏡面牆啦、開放式嘅廚房啦、軟裝擺設滿晒㗎，你一入去呢，就覺得哇，呢一度真係豪宅喎！嗱，但係呢，兄弟，樣板房呢真係詐騙嚟㗎嚇！等你交樓嗰陣呢，你會發現呢，牆身可能係空心嘅，門框裝得歪歪斜斜，地板呢仲有高低分差嘅。好似之前東區有個盤啦，宣傳講呢就係話豪宅標官，結果呢收樓嗰陣呢，業主發現啦，就廁所漏水啦，流到樓下嘅。牆身開裂啦，用手指溝都溝得落嚟。點解？因為呢施工隊呢係層層分包嘅，最後嗰班工人呢只係求快，唔係求好。所以睇樣板房呢，記住凡係非交樓標準嘅，全部都係當垃圾去睇下，唔好俾嗰啲燈光同埋鏡面呢迷惑咗你。要睇毛坯房，要睇鋼筋水泥嚇。第二伏位呢，爛尾風險，資金鏈嘅死亡儀式嚇。第二樣亦都係最恐怖嘅爛尾。以前呢，我哋覺得呢爛尾樓呢喺鶴崗、玉門先有，但係中山呢幾年呢，真係見證咗歷史嘅嚇。大順、君蘭灣啦、太和、金磚府啦，呢啲名呢，大家應該唔陌生嘅。話停工就停工，工地呢整個墳場嚇。好多朋友貪平或者貪個名校學位，結果錢俾咗，樓花買咗，等足3年呢，望穿秋水，見到嘅只係生鏽嘅鋼筋啦，同埋荒草嘅。最慘係咩呢？係網簽鎖死咗，你嘅錢俾咗，但係層樓呢，法律上呢唔係你嘅。發展商一旦破產呢，銀行同債主呢就會查封。你以為你係業主，其實你係債權人。排隊攞錢都未輪到你，所以買樓之前呢，一定要查開發展商嘅負債表，睇下佢係咪3條紅線全中。唔好信銷售個嘴，要信政府公示同埋企業嘅財報。第三幅噪音夾擊，輕軌高鐵嘅免費交響樂。第三樣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呢忽略咗呢一個噪音問題嘅。中山而家係大力發展交通，輕軌高鐵。4通八達嘅呢一個呢係好事嚟嘅，但係呢，如果你買嘅樓貼住輕軌高鐵，恭喜你，每日呢可以免費聽到幾次交響樂嚇。好似火炬開發區嗰邊呢，有啲樓盤呢離呢一個輕軌路線呢，只係得幾廿米嘅啫。朝早6點幾第一班車開過，轟隆一聲，直接幫你叫起床。半夜12點最後一班送你入眠。仲有保利天郡、寶龍城呢啲大盤，宣傳話呢就係交通樞紐嚇。其實呢係被路網圍住晒㗎。你以為呢係升值潛力啦，其實係噪音污染嚇。睇樓唔好淨係日頭去睇下，一定要晚上去關上門窗，一定要去聽一下。如果覺得頂唔順嘅，即刻就走，唔好猶豫嚇。中山買樓第4幅。配套畫餅規劃圖嘅空中閣樓。第4樣呢，亦都係最常見銷售嘅套路嚟嘅，畫大餅呢一個係馬鞍島同埋翠亨新區尤其嚴重嘅嚇。
銷售同你講咧，先生呢一度咧，將來咧會有萬象匯啦，有山姆會員店啦，有地鐵2號線嘅站口啦，有名校分校啦，跟住咧俾張好靚嘅規劃圖你睇。嗱，兄弟，我好想同你講，規劃圖咧就好似一張紙，改規劃咧係分分鐘嘅事。雅居樂、灣仔1號、粵海城呢啲大盤周邊而家係點樣呢？係一片荒地啊！加上幾條高壓線呢，你買樓嗰時呢，銷售話3年通地鐵，結果5年過去，連個風停都未見到啊！商場呢，可能仲喺度填緊海，學校呢，可能只係個名喺度掛住，師資同埋本部呢，半毫子關係都冇啊！記住唔好買未來，要買現在嘅。周邊有冇市場？有冇街市？有冇醫院？有冇已經開學嘅學校？呢一啲呢係硬通貨嚟㗎嚇。中山買樓第5伏，樓間距太窄，鄰居親密接觸。第5樣呢係住起身好壓抑嘅嗰啲窄嘅樓間距嚇。中山而家好多新盤呢，為咗慳地啊，樓距呢起得係好密嘅。你喺自己廳度伸隻手出去，可能摸到呢隔離鄰居嘅窗。健康花城第4期呢嗰啲盤呢，夏天一到啦，你開個窗啊，鄰居呢今晚煮咩餸，夫妻點樣嘈交，細路仔點樣去哭鬧呢，你都聽得一清二楚嘅。隱私喺呢一度呢係奢侈品嚟㗎嚇，想曬啲底衫褲啊，可能呢都要擔心會唔會飛過隔離屋啊。樓間距窄呢，仲有啲壞處嘅，就係採光非常之差㗎。冬天呢，陽光照唔到入屋，夏天呢，熱到呢出汁㗎。住落去呢，真係呢好抑鬱。睇樓嗰時呢，唔好淨係睇呢一個樓層，要問清楚佢樓間距嘅比例，最好呢用腳步去量一量啊。中山買樓第6伏位，土地連限縮水嘅產權陷阱嚇。第6樣呢，亦都係好多人呢忽略咗呢一個法律細節上邊個問題啦。土地使用權縮水，中山好多樓盤地塊呢係10幾年前甚至20幾年前攞嘅地，好似火炬開發區雅居樂、豪圖雅苑咁樣，碧桂園黃金時代塊地呢係早年已經係批咗地㗎啦，拖拖拉拉先起樓。你以為呢，你買嘅係出10年產權嘅住宅？其實咧，可能咧已經係縮水咗20年嚇，剩低50年。銀行按揭咧都未必肯做足30年嘅，而且土地使用年限到期續期，雖然話咧係自動嘅，但係補呢一個地價嘅錢咧，又係邊個俾呢？呢一個問題咧，而家仲係一筆糊塗帳嚟嘅，所以咧買樓一定要睇國有土地使用權證。睇清楚攞地時間，如果縮水超過咗20年嘅價格再平呢，我請你都要三思下。中山買樓第7伏位，車位綁架，只售不租，呢一個霸王條款呢，係收樓之後先發現一個車位問題啦。中山好多新樓盤啊，車位真係貴到離譜嘅嚇。咁啊一個車位呢，炒到10幾20萬一個嘅，如果你唔買啊，好啊，發展商話只售不租，你部車呢停喺路邊，抄牌、刮花，甚至係拖走。你想停入小區啊，保安呢唔俾你入喎。結果呢，你花咗幾百萬買呢一層樓呢，車呢反而呢冇地方停㗎。呢一種霸王條款呢喺中山屢見不鮮嘅。法律雖然話小區車位呢應首先滿足業主需求嘅，但係咧發展商咧總有辦法去要開㗎，所以買樓之前咧一定要問清楚呢一個車位租售嘅方案。如果話咧只賣不租嘅，或者係租金高到離譜嘅，你要衡量一下養車成本啦。中山買樓第8伏位，物業扯皮，入住後嘅噩夢開始。第8樣咧係關乎你住幾廿年嘅生活質量啦。物業管理好多樓盤賣樓嗰陣咧，服務周到，遞水擔遮，笑容滿面。一旦收樓咧，物業公司一換，或者發展商自己嘅物業擺爛，你又知死啦。電梯壞咗半個月冇人理，地下車庫積水浸車冇人賠，小區衛生邋遢冇人掃，門口保安俾你好似個訪客咁樣。中山有啲樓盤咧，業主同埋物業嘅關係咧，真係差過仇人㗎嚇。你想成立業主委員會，物業公司請黑社會嚟恐嚇你，所以咧買樓唔單止要睇發展商，仲要睇下物業公司嘅口碑，上網搜一下佢嘅
其他小區嘅評價。如果係宇宙級嘅擺爛公司，趁早遠離。中山買樓第9伏環境嘅隱憂啦，化工廠嘅隱形殺手。第9樣係健康問題，環境污染啦。中山以前係工業城市嚟㗎，好多鎮區咧都有化工園、電鍍廠。如果你買樓唔留意風向同埋水源咧，可能買咗個毒氣室嚇。好似旗江東岸一帶，以前咧有唔少工廠嘅，雖然而家咧係搬遷咗，但係土壤咧同地下水嘅污染咧未必咧係清理得切嘅嚇。開盤嗰陣咧，一陣風吹過嚟咧，你可能聞到一陣燒膠嘅味道啦，或者係化藥殼水嘅味啦。呢一啲味道咧，對身體咧係慢性傷害嚟㗎嚇。睇樓唔係淨係聞花香，要聞下附近有冇異味，最好咧要查一下當地嘅環保，睇下個樓盤周邊有冇俾通報嘅污染記錄。中山買樓第10伏位二手接盤流通性嘅致命一擊。最後一樣，亦都係最現實嘅一樣，二手市場咧嘅流通性，好多朋友買中山樓咧，心思想咧就係往上升值啦，或者係幾年後咧換房啦。但係中山而家嘅二手房咧，存量係非常之大嘅嚇。你買嘅新盤咧，交樓之後咧就變咗二手樓。發現咧周圍咧有10幾個新盤仲喺度賣緊嘅，仲有幾千套二手房喺度放緊盤。你想買啊？好啊，降價咯！唔降價咧，冇人睬你。特別係嗰啲遠郊大盤啊，簡直係不動產啊！你明唔明啊，兄弟？所以你急住用錢用啊，賣樓對唔住喎，可能半年咧都冇一台客過嚟睇樓嘅。所以咧買樓之前咧要問下自己，如果層樓10年之後咧想賣，有冇人接手先？如果答案咧係模糊嘅，咁呢一層樓咧對你嚟講咧就係負債，唔係資產嚇。嗱，各位街坊朋友仔，今日咧就講咗足足10個伏位嘅，可能真係掃咗你興嘅。但係咧，我寧願你睇完覺得我煩嚇，都唔想你日後喺維權群入邊咧眼濕濕嘅。雖然咧中山係一個好城市嚇，適合宜居啦，美食又多，人情味濃厚，但係樓市有風險，入市咧需要謹慎嘅嚇。唔好盲目去追深中通道呢一個概念啦，唔好輕信銷售嘅甜蜜謊言。記住，地段、發展商、現金流、現樓、配套呢5個詞，你刻喺心入邊，可以幫到你避開90%嘅坑。嗱，如果呢條影片咧對你哋有幫助嘅，轉發俾你身邊正在想喺中山買樓嘅朋友仔去收睇下。大家想知道咩㗎？評論區留低。今期節目咧就講到呢一度，關注中山爆房，帶你買樓唔迷茫。關注我，留意下一期。